有没有一种味道会让你难以忘怀，甚至为了它改变生命？法国的果酱，吃起来是水果的味道，想想应该是色素那一类的吧。然后后来我看一下那个成分，才知道它什么都没加。说话轻轻柔柔的罗婉珍，为了一口好滋味，意志力惊人。电机硕士的她放弃工作，踏入手工果酱的世界。选的水果也是选品种好一些的啊，然后当季的，然后所以那煮出来的果酱就会味道就会很浓，不是一定要加那个香精这样子。不要人工香料味，100%单纯。新鲜草莓，加入不漂白的冰糖，一点柠檬汁，放进锅子熬煮，空气中立刻弥漫酸酸甜甜的草莓果香。手工是一种原始的方法，而坚持手工是为了美味的心意，得专注每个环节。每一次的火候啊，每一次的水果不一样，煮菜结果都不一样，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地方。甜度40度最刚好，这是从书上学来的。什么锅最适合拿来煮果酱，也是按图索骥，看法文原文书找着的。这是铜锅，跟一般的锅子不太一样，它整个都是铜的，然后很适合煮果酱。关于手工果酱，罗婉珍是拼了命的找各种外文食谱学，厚厚好几本密密麻麻的中文翻译，比照念大学硕士考试般的认真。我要就是帮我男朋友翻译，他那时候也一起在学，然后就我们两个一起看这样子。当时的男朋友现在是老公了，一起投入手工果酱的梦想。但外文书上没写的是台湾水果的特性，食谱比例都不同，满满的笔记是失败中学习的累积。好吃吗？给。我刚刚你问我喜欢吃什么，我全都好吃，我全部喜欢吃。透过手工送上独一无二的甜，7年级的夫妻档装进果酱瓶里的，其实还有他们放手一搏、勇气的滋味。好吃嘛嘅，我全都好吃。好吃嘛嘅，我全都好吃。